Jessie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新闻要点有：2023藏人行政中央援助者会议在达兰萨拉开幕；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对中国的19号令表示担忧；外交与新闻部在强迫失踪受害者国际日发表声明；驻北美办事处举办藏中青年电影讨论会。下面请看详细内容。2023藏人行政中央援助者会议于本周四8月30号在印北达兰萨拉开幕。来自美国、日本以及欧洲等地的20多名援助者代方出席了此次为期2天的会议，讨论如何确保西藏的未来，并结成伙伴关系以取得进步。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编巴次人、外交与新闻部部长诺增卓玛、教育部部长塔兰卓玛、安全部部长加日卓玛女士出席了会议开幕式。司政编巴次人在会议上介绍了今年4月份第16届嘎夏发布的以保障西藏的未来为题的愿景文件，指出这份具有象征意义的文件是基于第16届嘎夏在过去1年半执政期间重申的承诺。该文件将推动寻求和平解决藏汉冲突的前进道路，同时满足流亡藏人社区的需求，这是本届嘎夏的主要双重使命。另外，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对中国新规定表示担忧。该规定将于2023年9月1号生效。该规定将加强对西藏境内和中国其他地区宗教自由的限制。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颁布了《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办法》或19号令，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宗教自由的打压力度大幅提升。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在声明中表示，对藏传佛教的立法迫害和中国化是一种强制措施，旨在最大限度地提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藏传佛教文化和政治事务的控制。鉴于西藏境内的局势不断恶化，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敦促国际社会加强合作伙伴和盟友的集体力量和影响力，以解决中国政府对西藏宗教活动和教义的非法及严格控制。此外，在强迫失踪受害者国际日第40周年之际，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为缅怀所有在西藏境内被迫失踪的藏人发表声明，呼吁中国当局立即释放所有遭强迫失踪的藏人政治犯。下面请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作为藏中青年交流活动的一部分，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与纽约中国青年倡议组织民族沙龙合作，于8月28号在位于纽约的西藏之家举办了一场电影讨论会。约50多名藏人青年以及纽约及周边地区的华人青年和学者及民运人士参加了此次活动。主办方向与会者播放了由西藏知名电影制片人、已故的藏人导演白马才丹执导的电影《塔洛》。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华人事务联络官次成嘉措在致辞时，感谢与会人士通过讨论电影的方式参加藏汉青年交流活动。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信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